來鬧事。林雲搖頭一笑，林雲自然知道是博元城裏的幾個惡霸又來鬧事，因為這已經發生過幾次。這幾個惡霸以前來喝酒為由，喝醉後在酒樓大敲大叫，酒樓內的客人多懼怕這幾個惡霸，便不敢再在酒樓外。這無疑會影響酒樓生意，影響其他客人。前幾次林雲都是讓小二給他們幾個免單，才將他們打發走。畢竟林雲現在是隱姓埋名，過着隱世生活，沒到一定程度，還是按以前的辦法解決吧。林雲說道：老闆，我這一次還是按照以前的方法給他們免單，想將他們打發走，可他們這一次卻說他們還沒喝夠，並且他們主動付錢，表示就是要在這裏喝酒。小二繼續道。小二一臉無奈的繼續道：老闆，他們還說我們雲耀酒樓門口掛着來者不拒的牌子，若強行讓他們走，那我們雲耀酒樓就是砸自己招牌。老闆，我看他們就是故意來針對我們酒樓的。又雙引號。林雲端起茶杯，一邊喝茶，一邊道：秦馬，你去一趟，這件事交給你去解決。又雙引號。我？秦馬一怔，師傅，他們都是博元城的惡霸。徒兒早聽說這幾個惡霸有些背景，徒兒怕萬一處理不好，會使得酒樓跟這個惡霸結仇，給酒樓和師傅帶來麻煩。秦馬說道。其中的道理，秦馬自然明白。在博元城得罪上這幾個惡霸，沒有好果子吃。博元城的人平時都敬畏這幾個惡霸，秦馬自然怕因為自己處理不當，讓自己師傅跟這些惡霸結仇。林雲平靜道：沒事，按照你的想法去處理即刻，這也算是考驗你處理事情的能力。以後你真若闖蕩江湖，江湖中的險惡比這種事可棘手無數倍。又雙引號。遵命。秦馬見林雲將話說到這個份兒上，他只能應答下來。緊接着，秦馬跟着小二一路前往酒樓大堂。秦馬離開後，後院只剩下林雲和黃雪。黃雪靠在林雲肩上，道：老公，我們跟這群人素不相識，更無冤無仇，他們多次來找麻煩，我看他們背後是有人故意指示的，要不然怎麼會這樣？林雲笑着點點頭，明白。又雙引號。這樣一個小城，暗地裏依舊少不了鬥爭。林雲知道自己的雲耀酒樓生意好，博元城本地曾經一些大酒樓是眼紅雲耀酒樓的，而林雲作為一個從外面來的外地人，在那些本地酒樓老闆眼中，林雲顯然屬於軟柿子。只是這種事，林雲不屑去理會罷了。我們想過一過平凡生活，沒想到還會遇到這種事。黃雪感嘆。林雲帶着笑容道：這很正常，這也是平凡生活的一部分嘛。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林雲倒也沒多想什麼，一切交給徒弟去處理吧。至於徒弟秦馬怎麼處理，以及會產生什麼後果，林雲自然不可能擔心。畢竟林雲祖地最強大的存在，如今已經沒有誰能夠威脅到林雲。大堂內，雲耀酒樓的大堂面積很大，現在客人卻不多，只有中間一桌客人正腳踏板凳，喝酒洋洋，吵鬧聲傳遍整個酒樓。這桌上坐的5人，正是來鬧事的惡霸。這桌客人周圍的桌子都是空蕩蕩的，這裏原本的客人都因為懼這幾個惡霸而提前離開，只有大堂角落還剩幾桌客人。新進來的客人一看這幾個惡霸在酒樓裏，也不敢再進來。小二帶着秦馬進入大堂，來到這幾個惡霸的桌前。幾位客人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們店今天要打烊了，幾位請回吧。今天諸位的消費算在我們雲耀酒樓上。秦馬帶着微笑，對秦馬而言，雖然他師傅沒有告訴他處理方式，讓他全權處理，
但他肯定想要圓滿解決，不給榮耀酒樓和他師傅帶來麻煩。笑話，你們榮耀酒樓號稱全天營業，怎麼會打烊？其中一個光頭大漢抬頭看向秦馬，聲音洪亮，兇神惡煞。幾位客人，我們平時是不會打烊，但今天店裏有事。秦馬依舊帶着笑容，光頭大漢哐的一下站起身來，瞪着秦馬道：我看你是想趕我們走吧？我們可是來正常消費的，我們就沒在店裏打架鬥毆，也沒跟其他客人起衝突，我們只是來喝酒。我們的消費也不需要算在你們酒樓頭上，但你們不能趕我們走不是？如果你非要趕客人走，你們榮耀酒樓以後就別開了。又雙引號，秦馬依舊陪笑，這位客人，希望你別生氣，你確實影響到了我們店的正常經營。你們若願意到其他店喝酒，我個人願意出酒錢。好啊。你拿個幾萬號月晶石出來，我們就走。光頭大漢笑道：你，秦馬臉色一變，幾萬號月晶石，對普通人而言，絕對是天文數字了。對方這般，明顯是故意挑事。你們非要找茬嗎？秦馬臉色發青，拳頭已經悄然緊握，找茬又怎樣？光頭大漢一下挺到秦馬面前。雙方鼻梁都快碰到一起，一副針鋒對麥芒的姿態。對方氣勢極強，而秦馬畢竟只有19歲，還顯得不夠老道。這時候，坐在桌上的一個黑袍大漢擺了擺手，這黑袍大漢額頭上有一道猙獰傷疤，他是這幾個惡霸的頭頭，外號巴爺。在博元城名氣不小，這巴爺小時候的拜把子兄弟，如今在赤星中是長老，所以就連博元城城主平時都要這巴爺幾分面子，這也是巴爺最大的依仗。你榮耀酒樓，就讓你這個小毛孩子出來擋事宜。巴爺喝着酒，頭也不抬。我是榮耀酒樓老闆的徒弟，秦馬說道。你家老闆架子夠大啊！巴爺我好歹也是博元城有名的人物，我來酒樓幾次，你家老闆竟連面都不來見我，想要讓我們走，就讓你家老闆出來，先當面跟我個賠罪，我再考慮。巴爺依舊頭也不抬，我家師傅很忙。秦馬臉色鐵青，呸，給我閉嘴，你一個無頭小子，還沒資格跟我對話，讓老闆出來。巴爺砰的一下，將酒杯重重砸在桌上，酒杯瞬間粉碎，店內氣氛瞬間變得壓抑。未完待續。